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9，诗篇121篇8节安尼讲：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三甲来祈祷，出入保守阮，直到永远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要归应你，阮的上帝，因为你有恩惠怜悯，无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未改变心意，未降在的。主啊！你是对古早到永远拢存在的上帝，你的诫命确实未改变，你信实的作为要建立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！你对阮未出舞台，就知影阮；你对创造以前，就拣选阮。主啊，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，就算阮毋好，你愿用你完全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阮无论是出是入，你拢要保守阮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